四季有关系吼。其实头我讲吼，甲什么有关系？甲四季有关系吼。这讲起来是唔难食啦，一大堆啦。你啦，甲人讲遐就讲袂了，所以吼，咱甲摕几项啊，看，好，甲四季吼，春天伊那面，啊，有人讲春天后母面，啊，讲起来就是有一点那个，吼，你讲讲讲人后母，啊，有个人后母讲，吼，伊嘛做甲真好啊，吼，拢嘛无一定会苦毒情人，情人囝的迄落啊，吼，对无？春天像即摆啦，吼，啊，即摆也较好，咱一个月前无，若热时无有今仔遮热，啊，无时间足短，吼，啊是暗时啊一来，啊你就天气就变啦，足侪拢感冒啦，吼，足侪拢感冒，吼，啊热天的风向西北，啊皮就热甲北，吼，热天的风，吼，热天拢南风较济啦，吼，啊寒天东北风无，吼，啊若秋天拢是西风咯，吼，啊所以这讲起来就是又搁倒转去阮的本课就对啦。迄啦，你若看人写诗，也是要写诗，若写着东风，迄就是春天；南风就是热天；西风就是秋天；北风就是冬天。吼，所以吼，你若看这来，你就知影讲这个东西南北甲这个气候吼，安怎伫啊变来变去吼。吼，一阵秋雨一阵寒，吼尤其迄个这免搁讲吼，迄个白露开始的时候，都一阵雨，都一阵寒，一阵雨，一阵寒无。OK， 吼，冬天雨较贵，咱遮可能北部要较好，南部敢若有当时下冬天拢无啥雨啊。吼，所以爱靠迄落，今年讲起来天佑台湾啦，吼，这几工吼，雨落甲咧吼，水拢有，吼，后礼拜要搁落哦，后礼拜要搁落，所以吼天佑台湾，吼，这几年讲起来，电嘛无欠，水嘛无欠，吼，讲起来这话真万幸咧，吼，像迄。台积电迄无，台积电迄啊，迄听讲伊迄水吼，拢伫recycle 循环柜，拢80%咧，直迄落，吼，所以别位啊讲要学伊咧吼，嘛无嘴讲咧，正经讲嘛无可能嘛，吼，所以人伊通啊做啊迄程度嘛是有诶道理，你看冬天雨较就是吼。比麻油较贵啊！冬天的雨，吼，就是表示讲冬天的雨足珍贵的啦，吼。OK。